那天气袂冷。对，嗨啊，天气嗨。嗨。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明凯。请讲师慈悲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。讲师好，讲师好。各位讲师，诸位见面来宾，大家早安。我刚回来，前天老婆娘注意，做事也很出台湾，师尊师傅老大人来宾，老前提我第二星期二，前提这本书的题目，注意这个大家有不起呢，靠这种的较好的引领呢，来调咱各位前面大家大家共读着咱这个中药。那这个中药当中到今仔日就已经来做结束。当讲第三种就是收尾，就是收尾。伫这个收尾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咱有同款咱大家共同来做伙念一下，大家先学习一下，大家来做意思，咱去共讲一下，咱要咱做伙来念一下，希望。依应上应，恶依如其人，故君子之道掩面而中，君主之道掩言而入中，少年之道一言而亡，少年之道一言而亡，君主之道君主之道淡而不扬，淡而不扬，淡而文，淡而文，温而理，温而理，离怨之因，离怨之因，离风之主，离风之主，离义之显，离义之显，可以入义，可以入义。诗文。诗文将随福义，将随福义，一统之交，一统之交，故君主内省不丢，故君主内省不丢，无恶依止，无恶为治，君主之所不可逆者，君主之所不可逆者，其为人之所不见义。不见恶，其为人之所不见恶。诗文，诗文常在美色，常在美色，常不愧于恶道，常不愧于恶道。故君主不当离间，故君主不当离间，不言而行，不言而行。诗文，诗曰。造极无言，造极无言，时而有精，时而有精，是故君主不伤人权，是故君主不伤人权，不能移民为义夫欲无屈，不能移民为无屈。诗曰，诗曰。不显为德，不显为德，必辟其行志，必辟其
忠义天下平。是五君主独享于天下平。诗文诗文如怀明德，有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，不大声以色，自愿自愿声声之意，以化民。正色之意以化我也民，我也希望希望力有如门，应有如门有有伦，朋友有伦，上天之在无声无求，上天之在无声无有之意。之意。以上啦吼，咱今日吼，咱就来正式将对着真内当中伊的大义的部分，者先来较详细讲一下。吼，头前者以印象印学疑论之目标，这也就是要甲咱讲，叫咱好的物件你来做起来，用啥物来甲做起来？咱好的物件拢爱穿伫内底，藏伫内底。好的物件你想要甲下，莫来下伫外口。这就是咧保护着咱上代规定、上代规矩。吼，来呢，伊仔咧甲咱讲讲作为君主的人呢，作为君主的人，伊是当义不言，当义论义礼。吼，伊即个就是叫结婚。君主的人，伊内心的幸福的物件愈来愈少，这是愈好的。吼，幸福的物件愈来愈少了后，人愈来愈平淡，看愈会对，其实也会当真正比较平等。真正迄个真理才产生会出来。吼，所以就会当以怨之义，以往之义，是对迄个利益的。所以透过着咱结婚到迄个到迄个利益当中，咱会成的物件就会出来。成的物件出来以后，当中就是利益，迄个成的物件自身成的物件出来了后，咱就会引申着咱生命之罪，成为自己的反省开始的，成就是为外口的形象来开始。所以伫内底即段当中，伊嘛咧甲咱讲。咱的性当中，若用上将对上的性，其实当做标准，爱对自己的内心的不足的所在来反省也好，这是对自性开始的。吼，所以你内底性的物件做了会出来，对自性开始了后，自言语言，不管你在咱厝内底，咱家己伫一间房间内底。咱的心当中有一种自信，吼，拢以咱自己的原性来做主，吼，流露出一种不起的行为，吼，落来流露出种不起的行为了后，咱就流露了惯性，安尼为咱条上天，咱条上天的体，就是用话咧讲，咱流露出咱的自信，来条上天，条上天大事，要来做。所以，咱的自身经过调整过以后，自然会调上天来出大事的时阵，咱流露出来的态度，自然会有一种感化，自然就有一种感化的力量。那安尼的话嘛，是透过有诚实的物件，互咱提升。嘛毋免甲咱规定咱安怎做，咱安怎做，即个自身的物件就会流露出来。成的物件流露出来以后，当中流露出来，那安尼的话，成的物件是由自性所自性去产生的。自性去产生的话，流露出来就是一种无义的态度，一种真实的态度，一种自然的态度，这个是它产生出来。成的物件当中，伊拢无伫诚实内底，诚实安怎变？伊的内在的性变。伊的内在性无变当中，用这性的物件来化面，来面对着咱家庭内底的人，来面对着咱工作上遇到的人，来面对着咱遇到的人，当中拢着用诚实来面对。咱内在所流露出来就是啥？
就是迄个记性。啊，这记性的物件是会透过基本意义来产生的事。啊，那安尼咱所流露出来的性是无为无事，啊，都无起的。吼，啊那安尼，这个就是上天，上天在我嘛是意识，人要成就嘛是意识，要用要感化也是嘛是意识，嘛是道理。所以用伊的主题是个意识，啊尾啊这段三种，就是咧对事做一个总结。要安怎做，咱讲为迄个性的物件来流露出，一切到到着真正，咱最后会当讲透过事来流散，来成就咱的道德。吼，这是大概上一种三种的所有的大概的意义啦。吼，啊来咱即马将每一段当中的咱来做研读做探讨。而且这段的话吼，是源伊定上定福伊有什么定量？吼，咱拄啊，咱有甲咱叫咱做参考，就是咧讲的意思，就是咧讲，咱迄个做好的衫穿伫内底，吼，啊从外口迄皮一领吼，皮一领较歹的衫，吼，啊咱就是当时啊感觉足奇怪，啊你我开较济钱去买迄领好衫是咧创？我买好衫是要互看会着，啊我迄领好衫放伫内底，啊歹衫放伫外口，就敢若讲，咱讲迄手机啊一支吼，好个手机啊一支过6万块，啊过6万块的话，你迄个保护套若用起，互人看这支手机啊好个，人看袂出来。啊，如果这个保护套你若甲放好掉，人看这支手机啊，迄个质感看会出来袂？哦，这支手机啊质感真好哦，因为安怎？因为马上讲有做迄个质感。啊，迄个保护，迄个套，若甲套起了后吼，人看讲你这个手机啊，夹我这支手机啊吼，差不多几万块以后，几千块差不多差不多。啊，若安尼我买这支手机啊，要创啥？无安尼个意思。所以迄个套当中，迄个外口迄个保护，你是要保护啥？保护内底迄个贵气，内底迄个贵气。所以咱的世界内底咱来讲。讲医定上定，当中咱来保护，咱有一个足贵气，迄个贵气是咱需要保护。所有外在上的物件，所有外在上的物件，伊就是讲要互咱安怎，互咱护持着行动着。所有外在的权、外在的名、外在的利，这种外在这物件，这种是上，所有外在的法门。伊最大的宗旨，拢是要咱受到人爱，这个才是大随意。所以咱有权有名有位有利，若讲今仔日对咱受到迄个模式的程度多高，啊，若安尼权名位和利，这拢会互咱做做。因为咱是为着外在的上，变成外在的上，变成是咱的期待。所以咱来讲，我恶气无智慧啊！今仔日上惊就是惊讲，咱今仔日从迄个外上的物件，咱来去重视外上的物件，从迄个外上来变成是咱一生当中的价值。结果咱拢咧拼迄个权，拼迄个名，拼迄个利，去拼迄个其他其他的，是拼咧今仔日，吼。所以若安尼的话，今仔日迄个准备走，咱。内心的迄种上带贵重引导的物件走。那安尼的话，咱今仔日用于外上的物件当中，啊，那安尼咱自己的心性的提升的，外上和心性绝对无关系。咱若着外上咧修道，咱的心性拢袂提升，咱的心嘛会规划。咱前面甲咱讲的，迄种人的物件当中的，迄种慈悲、迄种仁爱、迄种博爱的心的，因为讲咱有咧修道，咱会愈认自愈自悲，袂因为咱食愈饱愈大愈认自愈自悲，对无？因为咱个用上的修道，安尼哦。
所以你内底甲人讲入心的重点，即个当中就是讲咱慢慢来抓住入心的重点。袂讲咱重点是对修道拢要修啥？我咱前面来讲，修道就是要修心法的，就是要修心。那安尼既然要对心，踏踏实实要对修的方法就是啥？方法就是清，目的就是无心，目的就是服用，下手术就是福气。所以恁内底当中，伊见上见当中，伊的目的就是吼，就是迄好的物件，你莫去想出来。啊，若安尼相对啦，安尼咱的内在的物件当中就会真重。好的物件当中就是爱涵养，愈涵养，啊涵养就是理了，就是真，就是重。从内底就涵养，啊有涵养，养分当中，啊若安尼会紧张。囡仔知的，甲囡愈定愈深，啊若安尼话相对，伊养分就愈高，以后的个性就愈低咧，就定愈低。安尼意思，这就是咱要了解的重点。伊的目的就是护心，所以咱从迄个上的物件去甲排除，啊无是咱的内心世界去查根，去改变。啊若安尼目的就是为着啥？为着要互迄个个性以后迄个个性会死。好的物件会死就是你，所以咱咧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会去感受着讲，我即条路要行的愈行愈美，愈行愈欢喜，愈行愈开怀，就是咱的已经愈来愈美咯。咱的道路，就是咱的心内底已经有咧查，咱的心情已经变着心嘛，就是咱已经愈活愈大啊。安尼啦，啊若安尼话伊讲着就是福用，就是福用。就是去涵养，下手术。那安尼话，咱下手术，今仔日要互咱的心当中的信心，其实下手术就是福气，福气就是莫互迄个上的物件显露出来，莫互上的物件显露出来，尽量内底当中去做，去做。好来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后壁咱讲，五本处之道养命，将小人之道必有用。本处和小人之差别在于用心处，小人用心处在上，本处用心处在里。所以小人伊流露出来在上，所以伊咱是得的，伊是会尽量补偿、彰显、领略我的才华、我的一切，啊，我的成果伊一直是被彰显。若安尼话，小人伊在上咧，就变即种物件。本主毋是伊在理，迄个暗恋。暗恋当中，伊就是咧往下扎根。所以往下扎根当中，伊内在涵养愈侪，伊就会愈侪。所以愈有内力的人当中，伊是有力量，伊是愈后退愈后亮。安尼伊会愈后重所以一定的人当中，小人伊得着安尼。伊是在上咧用功，所以伊的个性内底，伊的虽然足轻啊，毋过伊的内心会美咧。安尼文主的人，你看伊感觉讲安尼平平淡淡，毋过伊的内心当中，伊是咧充满着所以小人用心处在上，安尼是伊文主用心处在理。所以日中和日暮平是平路的问题，是咱即个成的用到啥物程度？是用于外在的事，是用于外在的上，还是用于内在的方面？咱用成的程度的问题，有的人的成的程度用10分，有的人的成的程度用20分，有的人用到90分，有的人用到100分。用的程度的问题，成用的程度的问题，伊是用于内在心性的物件，安尼个水准；用于外在的上的物件当中，伊即个物件，伊是要展现出伊的外在的这物件，伊的水准的物件是，所以伊是咧讲程度的，所以用成来咧表示咱修道的程度到底，就是讲咱修道与办道的水准。安尼意思。
所以伫遮当中，咱拄好有讲过，本主之道，你养人是摕是理了是用一种的话修理的修，小人之道呢，得人的话是有含有应表象的物件，若安尼其有其表是。所以小人凡夫要虽然感觉讲表面上要修道办道，其实毋是讲，伊的心的路一直共款行袂出来，伊的心的路共款都是这么窄，都是这么坎坷，重点都毋是。所以这就是君主和小人之别。来较进到要入地的条件，君主之道呢，当然不要办于温和理。这物件就是要讲君主伊要入迄个地，要入地伊的条件，因为君主当中有内德，因为内德生外德就会不对，内德无产生要求外德不困难，安尼，内德无生，要产生外德，迄个物件叫做道。所以咱内君主伊是由于吉，就是由德，就是由内在开始。所以由内在开始后壁迄个德的物件叫做德的感觉。所以来讲当义不养，但义为温以利，当就是一种的明当义，那养就是什么？不养就是明来明弱。所以即摆人当中为虾米较袂有耐心？即摆人当中为虾米迄个包容性较低？心灵的较低是，即摆知识愈来愈济心灵是愈来愈低，安尼啊。所以人和人之间的疏远愈来愈疏远，所以拢爱靠着道理的物件来甲咱进步发展。所以因为咱嘛，迄个答案物件较多，所以内心愈明淡，内心心内的物件愈少，看法愈少，愈明淡的所产生出来的是啥？就是内。所以明难就是一种明难，安尼哦。所以人伊就是一种啥？一种的功夫。所以要入迄个德为成功，这物件伊就爱谈。有足侪物件你拢爱想，有足侪物件你拢爱放下。这物件无放下，要成就拢困难。安尼哦，这物件啥物件要放下，要放下，安尼知放下。所以有甘以后，咱就会变成简单的，安尼哦。咱一个人也无简单，无简单的歹搞定。无简单的话就是无单纯，无单纯思维就袂济，毋知要安怎搞定。安尼也毋对，安尼也毋对，安尼做人无歹做，因为咱自己嘛无简单，别人嘛无简单。所以迄个内底简单内底，简叫做简单，文就是受用，就是咱。所以内在愈简单当中，简单以后当中，咱较会专注。咱人会专心，会投入起来就是简单，安尼。所以咱的简单要专注于对，咱有明理的人是专注于道，有明理的人是专注于理，有明理的人是专注于德。所以内心愈简单的人，有咧修道，伊愈专注于对，自己的内心世界。会愈专注哦，愈用心，愈认真，愈美醒。啊，迄个美醒用心叫做专业，安尼哦。啊，你的专业用心对过来就简单来。所以咱的思维上过济，咱的看法上过济，咱的一切情欲上过济，愈无简单。啊，若安尼的话相对的，咱的内在提升，咱的内在会提升，内在就是素养，叫做。所以简单无文叫做无明，文义无简单叫做无义文。所以透过简单了后当中咱较有法度温，较有法度温就是温和，就是调和，安尼嘛。袂伤过冷，也袂伤过热。有的人内心较冷，有的人内心较冷，所以讲袂想要去打工。迄大家因做好，因做好。但是无代志是太好，有冷无？冷脾气是冷的，会冷脾气咧，安尼有温无？安尼一点无。有的人是袂好，变着，若讲着代志嘛变着。
有上过这个会嘛吼？所以阴阳不调和，一个人阴阳不调和会产生病的，你就叫做病，安尼嘛。哦啊，所以讲今仔日大病是归过来，就小病啦；啊，小病归过来，就生病啦。哦啊，所以内底当中就是理的物件，就是安怎真理的物件，咱咧听道理的物件，咱的佛规，咱的真理。你内底咱慢慢啊，即个就是咧调整，咱的上过领的人伊嘛咧调整，上过即个人伊咧调整，咧互相之间咧调到迄个稳，稳了后就会和，了人就会好。安尼，上过领的人，了人嘛袂好；上过即个人，了人嘛袂好。那安尼的话，要逐个拢会好解决。所以稳内底有情，叫做温情，吼，毋是？因为你的情内底有温度嘛，啊嘛袂伤过你，袂因为讲别人甲我嫌，嘛我拢无爱做；袂因为讲别人无甲我学了，嘛我免去做咧，免去个，哦，免去做歹，毋是安尼。那安尼的话，今仔日迄个就是看你的物件拢无用，所以自己袂调和，所以无业不利，用业不义，哦。所以阮就是要讲气和，义就是要讲。所以法的物件和规家的物件，就是咧调和咱的灵魂。所以无规的物件一定爱遵守，就是咧调和着咱的灵内底咱有过头是不足的所在，吼。所以透过着淡，透过着淡，透过着温，这物件拢是安怎？这物件叫做结婚。咱的内在的物件，这慢慢啊，才来愈来愈少咧，愈来愈少。物件内在成分愈来愈少了后，当中结婚了后，当中我讲去你讲 BB 无，就去你讲 BB 啊。迄个 B 的物件就出来，啊，迄个 B 的物件 ，BB 就是 B 的物件。所以内在当中，咱毋免想要求外在，要学啥物物件，咱学物件，要学习一切的法门，学习一切当中无非就是拢要来调整咱自己。像咱究竟有不足的，还是过分的来调整，互伊较愈好咧。学就是要学道，啊道就是要调息的应用的，安尼。所以讲，咱应用了好以后，当中咱自身自然就啥，咱自己就会去安怎，由近而远，离风成趣，离成天，可以对。咱自己甲调整好，我们自然就有调整系统。咱自己啊，吼，那咱自己的抵抗力甲调好，歹的物件真简单，歹就无了。身体自然就健康啦。为什么？因为身体伊自然就调整的好啦，安尼啦，哦，是要增加抵抗力的啦。啊，所以咱就把歹的物件甲除掉啦，好的物件互伊来抵抗力就会出来啦。迄个智慧，迄个智慧的物件，智慧明辨的物件就出来。所以，D 就是咧讲第一啦，啊，这个第一当中的对对啦，这第一嘛是对咱内心，心对咱内心的神。所以你结婚敢会神，你结婚嘛爱神，无神嘛，我唔结婚。哦，啊，那安尼结婚了后，自然D的物件，D的物件在当中，离怨之因就是咧讲修身，由修身天道之明了。咱要严重，要担责任，无修身无法度。那无修身无法度，无透过对咱自己的修心，要对来修心，就是对正心。所以对咱修咱自己修好，叫大家真好啊，咱比较真好。安尼，哦，啊那安尼的话，才通当这个责任心，自己上爱做的修心先做。地方之主。真正了解当中，爱了解着咱自己的内在的这风气，咱自己的风格，这物件是对的。哦，所以为咱内心的心来，所以咱来讲，由正心天道心道。道的物件要会当流露，确实有影，拢有咱的内心。咱的内心调整好好，一个物件就会产生好的。自己内心调无好，今仔日要讲会当从要预望，要从刀甲传承无落，今仔日讲无对，无可能，因为内心调无好势，内心内底有利益的调整，
静。所以用静心，静心就是咩？咱的心有静无静，就是啥？咱的风格的问题。咱的心若有静，咱风格就会静。咱流露出来的迄个气物件的气质，安尼嘛离离之间，咱所有的上介微小的，就是咱的意，咱的意哦，咱的意当中，伊是上介微小。毋过咱的意内底上介微小，毋过意虽然是上介微小，毋过所有内底拢是啥？对咱每一项事的小的心意到大事的心意，安尼啊。所以咱小事无心意，大事要怎心意？要安怎超事了事？所以对咱的小细节，对咱的点点滴滴，迄个对点到滴，对迄个点点滴滴到规个线，到规个面，迄种为足细的迄个意念开始。足细的意念开始当中，迄个细的意念会去谨慎了后，若安尼小事来谨慎。所以对小事的点点滴滴去谨慎，若安尼的话，咱表示着咱心道愈来愈啥？愈专业，安尼修道愈来愈专业，就愈明显。若安尼的话，有志是天道之精神。迄个精神是对咱认真讲所有的精神、修道的精神是对咱未来内底点点滴滴去做去练起起来呢。所以咱真认咱点样说拢有讲修道的道理修道。迄个叫做点。上太讲你放肆的所在，就看讲你今仔日对道的投入到啥物程度，是对咱上太无精神的所在。去看讲咱有看到咱无精神的因对啦，迄拢上太小处，迄拢上太小处。所以真正咱的内心有重，内心有简单，若安尼的内相对，咱的内心透过你来咧调整了后，自言语言。所知影了后当中，拢对上介近、上介微小的上介一个上介有情，毋是迄个上的物件咧有情，拢是上介微处的所在咧有情。迄上介微处的所在是上介看不到的所在，是别人上介无感觉的所在。毋过即个所在，咱会放过来。安尼迄个是神当中要流露迄个智性。智慧的上对了，所以到这里，咱个来讲，诗经啊，讲随风亦风之交，温主内心不听其事，温主之所不可得者，以为之所不可所不得。这段当中，伊就是要甲咱讲。将水风亦风之交，就是要甲人讲，咱的作细的之处，虽然伊是咱即马感觉袂出来，咱就是咱上过无感觉，迄个感觉袂出来，所以累积着足歹的迄个缺点，迄个点累积了上济，缺点累积了上济以后，才变成缺。咱含落了后，咱所有一生的价值。安尼咱本来有得着足好的道，因为嘛会当互咱超生了事，嘛会当真正互咱改变着咱的一切。咱的一生当中，你所有的价值拢会当改变，毋过咱的缺点无要改。所有本来咱有足侪资源、足侪条件，毋过结果咱的缺点无要改。结果所有的资源都含落无，含落的原因。这是对点，这是对点的事。所以讲有足侪点的物件，拢是正无是咱内心世界，上下知，全是知。道理愈听愈知，愈感觉嘛会出来。毋过今仔日我看到了后，人会分单咧，人会害怕咧，人会放逸咧，绝对无。所以你内底透过成的物件来咧改变。毋过成的物件无要改变当中，安尼这有一点这物件会流落咧，歹的物件绝对会出。
出来当中有做个人，安尼嘛吼。所以将水风里控制交界的主要的物件，将风就是意识的元素。哦，有意识的元素将风伫咱的内心世界，拄着人生啥物事，拄着为何事，这拢是安那，这拢是在咱内心世界到底放啥物物件，放啥物元素里面。啊，这个物件拢足细，咱就坚持。所以这个物件当中，咱道理愈听愈入，愈感受内心，啊，愈会愈解释愈丰富的话，相对性的物件愈提出，啊，那安尼相对愈坚持愈改变。君子内心不求无义之，内心不求伊就是在讲平道，啊，无义就是在讲平道。内心不求伊就是在讲反省的功夫，反省的功夫。咱其实是讲，咱咧听道理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咱拢有必要反省的心态，咱拢有必要反省的心态。毋过反省当中了后，会当去落实。反省了后，会当去落实，伊有一个足大的关键，因为啊。因为你还佫做者看袂淡的，咱的内心还佫做者无简单的，咱的内心还佫无够温和的，所以这个物件当中，这个物件是要反省的条件的。所以圣人君子人伊会当反省，啊反省，而且佫会当去落实，人重点内心，伊是平淡的，伊是平淡的哦，伊的心是简单的哦，该有义我就爱做，无义的我就毋通做。有义的我较讲，无义的我毋通讲。无义的心念我起来，我嘛袂使起来，我爱坚持。有义的心念起来当中，我就是要互我正面能量。所以，迄物件当中该写即写，该处即处。啊，这物件当中，这是要内省的标准呢。毋无的话，咱查人检讨，毋过内心无改变，甲检讨无安尼哦。所以内心检讨，而且佫透底去改变，就是安那不会产生的一种遗憾。迄种内心愈检讨愈改变，内心愈无变啦。安尼嘛吼，啊，这个叫做程度。哦，啊，无意志。今仔日咱为虾米咱有合作一志向？咱每一字当中有新资源，啊嘛不会过班。每一字当中有，毋过迄个字的物件强度会无够，会无够落实有一个关键。就是咱的内心内底，啊，佫有足一个自信心。哦，啊，就是讲这物件内在的这缺点，咱就当透底去甲伊落实、甲改变。啊，其实这物件拢阻碍着咱的志、咱的愿来进步，所以咱的强度会无够。哦，咱的觉察的力无够，觉察力无力，安尼哦，这是强度。所以字的关键在气，气的重点在专字显实力。哦，字的关键在气，啊，迄种的气就是想的物件，变做太过自气。安尼哦，哦，由想当中来产生即种的字，啊，伊的想就对了，对倒来，伊的想是对倒来，啊，来产生即种的字，啊，若安尼流露出来。转啊转的物件是为细项物件去转，去投入，吼啊转会专心，会专心了后，自然而然就会入投入，吼啊若安尼的话，今仔日所有的字当中，拢会当去落实的，吼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为之所不可见，吼。成就君子伊的重要的关键在事，哦，在事。啊，所以今仔日一般人当中，伊的性是在表面之上的事。因为我会看，因为我当着啥物责任，所以就做啥。产生在来面之前，我这个职位摕掉了后，那安尼就有我的责任嘛，我就体甲利益。啊，是安尼，对咧。啊，若安尼话是毋是因为上来是？对无？对咧。
所以每一个相当中，团内底、名内底、理内底当中拢是相。啊，那咱是相内底咧相，啊，那安尼表示咱内心有相咯，也咱内心一点仔关系。所以咱摒伫相的过程当中，即个就是凡夫之见。所以君主圣人和凡夫为无同款的所在，圣人伊是摒伫内底的相来流露出自然的在性。不管今仔日我徛伫啥物位当中，我的性格，我的性情，伊有志向。不是，所以咱拄仔前日甲咱讲一句话讲，咱食愈老爱愈拼，迄个拼是讲咱少年的时阵做拼，为什么食愈老，迄个拼会成就出来？这一个重点。啊，那安尼话是毋是讲，今仔日我食老啊，袂拼，咱百个少年啊，啊，毋过，迄百个少年是会拼，毋过咱的性格出来，要放来对咱的性格。重点是相的物件，毋是放无放的物件，安尼哦吼。所以伊的关键是相的物件，相，迄个相的物件是伊按规过去迄个时就喷去流行，所以这是咱重要甲咱讲的，迄个基础技巧去流行。所以迄个相的物件就是喷落来。留一辈，敢袂当喷落来？留一辈喷落来，叫做啥？叫做放下。放下就一切我来共同来扶持，安尼哦，来到鼓励，来扶持当中，一切当中拢放下，迄个喷落来。所以少年的嘛爱喷落来，老的嘛爱喷落来，啊，迄个喷的物件落来就是要落出，咱内在的心。啊，这个就是啥？就是君主做的。把少年做一个所在，这个是君主的对不对的所在。所以相的物件由咱内心去流露出来以后，当中后壁做的当中，就是有所无对一个所在，每一个地方它做一种不清的行为，拢无自己有办法的。所以斯文上在理性上，不为于无扰，无君主不同意，行不言于事。上在理性，上在理性，上就是讲咱这个身躯嘛，身躯当中咱来为一个放大来一个当中来底，咱嘛是介心，咱对咱的心念，对咱的动念当中，咱拢爱做注意，安尼嘛，啊不为恶人，西北角当中有一个恶人之心，就敢若讲的，讲今仔日每一个时阵，咱大一个人的时阵当中，咱拢爱注意。咱有一个关系，有一个自信，我讲咱随时靠边，我讲随时靠边。啊，咱随时靠边当中，咱有用伊做主的，咱无用伊做主的时阵，咱敢知？啊，离迄内底当咱咧放肆，当咱咧高兴家己的时阵，咧放松家己的时阵，啊，若安尼的话，今仔日就放过来家己。当咱咧放过咱家己的时阵，迄个自己的行为，因为佛无毋茫你安尼，佛嘛无毋茫咱放松家己、高兴家己的病病，念头毋对，伊佫找足一个理由来合理，佛敢毋茫咱安尼？若安尼，咱是悉心咧做事业，是毋是自性关系咧做主？所以上的物件，伊有为咱的性格当中就是咱的心性，心内底嘛是。一个房间，安尼所有上的物件入来当中，啥物人是咱，啥物人知影讲我内心安怎想，啥物人知，无人知，上谁知？自己先知，自己先知。毋过自己先知的过程当中，咱今仔日是啥要甲咱做主？是自己要做主，还是要互咱的佛来做主？安尼。所以讲，互佛来做主，若安尼的话，今仔日咱内心内底，咱就马上分判出讲，我有义无，啊，我的义内底有仁无？每人有义无代表有仁，安尼嘛吼，仁就是咱拄仔咱前讲的主。
有机内底当中有当时啊，就去发挥吧，得理不饶人。得理理就是义嘛，不饶人，不饶人就是无人的，敢是安尼？对嘛？要争一口气，会安尼袂？若安尼话，拢是适时的用词啊。所以每一个上起来到咱内心世界，上伊无了，是咱内在生活内底的生活的物件上过济，来咧积累无好，产生无好的源头的了。咱内心内底生活的物件愈来愈少，上的物件伊是少。咱的上的物件入来当中，你感觉伊真硬，任何的外在上拢无唔了，一定人有人就一定有输，有人一定有输。敢要面对输，爱无？爱认真无？爱无？爱投入无？拢爱哦。唔通我讲无要认真，无要投入无？爱认真，爱投入，面对输，爱应输。如果你应输的过程当中，你心内袂使去有物件来攀援来积累，输无一定的输，咱会赢，毋过你袂使积累。若安尼有输无，到尾也嘛无输。所以有输甲无输，无输就是叫做啥？叫做地理嘛，有输叫做庸人。所以叫做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上的物件，你来到你的内心世界上来做主，不是庸人，还是你自己咱的关系来做主。五分出不同而定，言不言而行。不同就是咧讲啥？就是讲咱今仔日咱的土地是不同，就是咧讲咱的内定不同。咱的心有咱的定，咱的口嘛咱的定，咱的身躯有咱的定，有心定和心定和口定，这物件拢袂使定。这些都不能动，因为这就是咱的主轴，这就是咱的基本。所以咱讲咱心定了后，当中所有外在的相，所有外在的相，拢咧互咱做主。当咱内心口的心定和心定不动的时候，所有外在的相，拢是以一个定力，咱认真面对过了后，伊会当帮助咱做。佫会当互咱看清咱自己，所以定就是自然性，就是不动。当咱内心不动的时阵，咱会让咱要求咱注意的，其实咱是要求咱注意的内心世界。若安尼的话，咱所产生出来迄个物件叫做不畏，无以为，要不思维。不思维，若安尼所测出来就是真的，是实，安尼所以当自明了后，自己对咱内心明了后，咱才会敬就是重视。对任何小事拢会重视的，所以会敬爱重视。所以咱有啊，咱前面讲过，为人不知义，至上至道。所以迄个是敬的物件，迄个志就是咧讲敬。为人不知义。迄物件嘛是咧讲敬，毋过今仔日这物件要落实靠敬，入去到迄个志的功夫，必须来透过啥？透过不动，迄菩提心来不动。咱就是菩提心念的力啦，咱就是口力不修，心力不修，心力不达。若安尼的话，今仔日要来落实，透过两时，你的意念去到落实的过程当中，会入到迄个道理。有道，有想要做，有做唔做，因为安怎？有认真讲，所以讲思维到后壁，大家咧讲，讲对咱的内心当中透过着咱迄个不自体，咱迄个不自体后，不自体对于咱的不管你自己人哋还是对外头，大家拢有所在。内心世界想安怎，叫我讲出来的话，就是安怎；叫我做出来就是安怎，都是合意的。若安尼想的物件，就有内在，有无出有外在。所以到后壁，咱要朝上天要讲，就是透过这点的事。要上天要讲，就是透过这点的事，叫做心诚则灵。安尼嘛所以照旧有人。是因证，讲今仔日用出咱至诚的心来朝上天做对话，以迄个对话内底，用咱至诚
情的心哦，唔是至诚的话哦，唔是用至诚的话哦，唔是讲我做好听，讲我做感动哦，是用至诚的心，用至诚的心哦，用至诚的心当中爱迄个物件，有言啊，那安尼交上天做一个契机，哦，做一个契机。咧做一个契机当中，啊，若安尼咧做契机，由内在当中，咱就是简单的，咱就是温和的，而且咧对咱的小处当中，咱拢有一直点点滴滴咧改善、咧改变，对咱的思维、对咱的观念、对咱的心态点点滴滴咧改变。当这个咧改变，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的心会愈来愈清咧。心是愈来愈改变，愈清净无？有吗？啊，若安尼心本的物件，伊是清净来复杂的，伊是清净的。咱的内心愈清净，啊，若安尼心本的物件，伊嘛清净。两个会契机咧，啊，迄个契机，咱就要用话讲。啊，我对头，我无对咧，较紧的我就加讲。啊，你对头无讲咧，爱讲。哦，安尼吼，所以真正本的境界，伊就是清净的。啊，若安尼内心嘛是至诚的，啊，若安尼内在嘛是清净的，啊，若交上天的契机呗，对无？交上天契机，啊，若毋过要交上天的契机，交无形的物件的契机，啊，若安尼交咱的情人的契机呗，对嘛吼？所以咱拢往往要求上天的咱用的契机。毋茫上天地了解，你知影讲我艰苦的所在就我老师，你毋茫上天了解，啊若安尼话，毋茫上天调伊的契机，啊咱的亲人调伊的契机，咱讲要毋茫话，咱的亲人调伊的契机，调人爱契机。啊，挑人的契机，挑天的契机，同样的一种原理，经过比比，证明所流露出来的事。所以你进来对我们讲是的重点，所以迄个契机的物件当中，叫做无声胜有声。所以当今仔日咧学上天的契机，咱每一件事都学咧交上天契机，迄拢是有缘的。啊，交人的契机也是无声胜有声。啊，若安尼是。每一件事情拢无精啦，不是无精的，你就是无精，你无精的无精。每一个人当中叫咱斗阵，伊的内心随的，伊的内心杂物要叫咱斗阵了，一切物件都好。安尼，所以咱内心上放下的时阵，啥物时阵就是规排规律，为了念头前就是放下。啥物话就会讲，啊，啥物话就怎啊讲。安尼，因为安怎？因为我是清净。毋过你放下当中，迄个放下是真实的，哦。毋过等于到厝当中嘛是叫人袂记，嘛是无清净，哦。所以当咱内心清净了后，所流露出来一种的心，啊，若安尼有主的人呢，迄个心所流露出来以后，当中不向于人发不毛为义无怨，哦。互相之间拢毋免着用鼓励啦，用鼓打的啦，用肯定的啦，用着爱讲种一好听的话啦，伊才要做，毋是？你拢免甲讲一些伊啊，伊看着咱安尼迄种的事，伊就感觉，伊就对咱做伙做啦，对咱做伙赢啦。啊，咱嘛免甲用约束的，因为伊看咱迄个内在迄个心的物件当中，伊自然就能做对。啊，迄个学堂呢，所以才就是要讲学堂。叫天言动，叫人意思。啊，要言动，叫天动，叫人会动。咱的内在的心是咱来动，嘛爱心心嘛爱动，安尼意思。啊，若安尼自动袂跑，了就是自动自入。啊，这物件自动自入就是心的标准。我反映这个。即种的文吼，三种的文足济，啊，一定的时间去讲无完吼，会较紧啦，吼，会较紧啊，所以讲吼，较无忝啊，讲了无详细吼，会较无忝。
所以讲四月不显为定，必辟其形是五君子各用于天下的。诗经来讲，不向为定，袂讲唯有德行一种的德性，伊才会产生不显。什么叫德行？行就是德性，义性就是咧讲自性，自性就是咧讲德。所以咱的德行是由自性所流露出来，咱的德性是由自性所流露出来的。哦，安尼德行由自性所流露出来，若安尼自性伊本来就是无声，嘛是无色，哦。无形象、无声色的物件，若安尼你的德行流露出来，嘛是爱无形象、甲无声色。哦，所以即个不显的物件，就是咧甲咱讲，透过不显，不显就是咱拄仔咱头前咧讲入心，咱的心愈重，咱愈简单，咱的心愈温和，即个就是咱会当一直到迄个不显，咱会当一直到不显哦。咱这物件若袂当安尼话，袂当淡嘛，袂当简单嘛，袂当温和，要一直到迄个不显的本来，哦，拢嘛会想要张扬，哦，彰显。所以讲，迄个伫迄内底，咱迄个内在迄个物件叫做啥？不显的物件叫做内定。因为伫咱内在的德性，对咱内在的尊用性才是，哦。若安尼必须执行呀，来讲所有万民当中拢会安怎，拢会对需要，毋是单靠奉命的生活。咱毋问人的呼召，爱由定开始，由内定开始。安尼，无吼，分道啦吼，的任务叫做相夫教子，偏道的任务叫做谈车爱主。咱若无内定，你要相夫教子，咱无一定要互你信，嘛无一定要互你。咱若无内定，你要共趁，也无一定要互你趁；你要共娶，嘛无一定要互你娶。咱慢慢来定个。所以咱的责任内底，咱真正要会当相夫教子，会当牵车带主，这是咱的，是不是咱的责任？这个责任呢？毋过咱的内在无调整好，你敢要尽责任有困难无？足大的困难，因为毋是你无要做，因为咱内在有问题，没有德性。所以内底来讲，今仔日当咱内在德性出来了后，当中你毋免想要共趁人厝就是了。你毋免想要共娶人家自然就是3、4月就有了，会安尼袂？对啦，重点是对内在德性，内在德性无迄个不显的物件就是摕，伊就是会妙。所以愈摕愈妙愈稳，越不张扬，就容易展现内部的东西。这嘛是对，这嘛是咱的道伊的现象，咱的实践。所以不显就是愈清之德，愈自然，愈平淡，愈无为啊，清净之处，这个叫做天性之德。国中呢，就是啥？以戒心而用之，以经络而精之。戒心来咧约束咱自己。所以咱对于咱的15条，对咱的戒心呢，伊是有情况来戒心，用这来约束咱自己。你咱家己伫个所在，咱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咱知的所在当中，安怎你迄内底家己用心。咱家己伫个时阵，咱嘛投进去来用心。安尼。愈家己愈投愈用心，就愈精明着引导精进。幸福就是要互咱愈精啦，愈精入到那个精味，那精味。所以咱就是迄个精味处理的领域当中，咱较粗线条。粗线条内底，才会产生目的呢。人的目的是为粗线条来的，安尼呢？人的目的嘛，为粗线条内底，我就煞。
你要刷也唔刷咧，敢是安尼？对啊，迄是拢对咱粗线的来的，咱的手也是对咱粗线，所以迄个油的物件当中，袂精袂硬，重点是过来，重点咱生活的工作。生活的工夫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咱无平常时咱无透过为咧约束自己对为所当时，咱无。所以国强就是爱国强物件所做的东西。所以内心愈清淡，内心本的物件愈来愈少，内心天下变。所有所有一切当中的人事物，拢会安怎？拢会做。对咱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咱自己的内心也是一个小天下。咱自己有众生无？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一个众生。所以当咱的身心当中这众生，咱身心会合，有事会合，因为透过事。咱含人之间上介亲的父亲、爸爸、父母亲、子弟、种种对咱外口平时的东西，这物件当中无一项物件是透过，毋是透过咱内力来经营。每一样都是透过我们的内力来经营。经营在当中会好咧。迄个好的物件叫做太和之气，就是善的物件，善就是太和之气。所以用较简单讲，为天下之成，无人之意事。透过着迄个志成来咧安怎，它会当治咱的从咱的天时去来流露出来，你也流露出来。当然，就你这当只有主义的，时间咱再来讲，讲有怀孕结婚，生意事，咱每一位当中拢有明定的自信，如果明定的自信当中有生意事，不单就是不变。袂大啦，伊是做细腻所生。所以细腻、低调、细腻，拢是要注意到迄个。所以我就是咱默默。这物件大家拢有，所以咱大家讲，大家是要在面。是咧公平着咱的德性，咱的美德本性。迄个明定的物件当中，就要互咱的明定的物件会当咱的明定的物件会当彰显，势必就是爱从咱的内在物会去排除，咱的本性爱去排除，咱的公平的德性才当彰显。公平的德性若彰显出来以后，就不难以成事。伊所流露出来，就是一种低调。会妙，无自私，会难情的事。所以自性的本质，伊是空寂的；伊心的本质是清净的，心的本质是一心。所以自性伊本来就空寂的，所以咱的内心一定爱进步。无咱的内心愈清净，咱有幸福无？咱有幸福。这个幸福敢爱对？这个幸福嘛是爱对，爱对。所以内心爱愈来愈清净，内心爱愈来愈重，内心爱愈来愈薄，内心爱愈来愈简单。相对的愈清净、愈简单了后，当中会看到自己的问题了后，会想讲了改变。迄个改变就是咧决心。咧决心当中，咱定咧讲的叫做守身如玉，修心如玉。所以透过咱的当中来调，咱
咱的自信，咱身心来合一。所以自信当中，伊里内底，伊不但伊相信，所以咱的心爱清净，咱的心来顺顺利利。啊，伫这个部分遮，安尼咱心爱合一。哦，自愿声色之化为原料。哦，声色是气含上的赞助。哦，声色是气含上的赞助。啊，伊即个物件就是咧讲色，哦，就是咧讲咱人的心。啊，咱人的心当中所流露出来，咱人的心当中所流露出来就是真，就是真，就是痛苦之中。所以声色的物件，伊是气含上的赞助，气含上的赞助叫做各具其味。所以咱的色的气含上的赞助，声色的赞助的努力，啊那安尼迄个较要实际的艺术，了都落去啊，落去死。哦，所以咱叫咱爱，这个色敢爱破，这个色爱破，叫做破碎。哦，破碎。啊，所以妙的伊是咧讲理的赞助，理的赞助就是咧讲妙，就是咧讲妙。所以色的赞助，透过声色伊的膨胀之处，来碰撞自己。所以碰撞自己了后，当中到后了会不可一世。理性内底，咱进前咱平捌听过，讲修道如初见，成佛明因。咱今日为什么修道？我同定初字来看。咱的初字当中，咱的初字内底，咱的心是实的，咱的心是谦卑，咱是积极的，咱是会感觉讲我去做者不少，知影随时拢知影人反省人长辈。毋过经过时间的历练，经过听过足侪道理，啊嘛学过足侪，学讲书学足侪。当咱学了足侪了后，到后壁，你足侪听袂惯势，看袂惯势，听袂倒落，安尼。啊，为什么过去打开始咧修道的时阵会有这个心态？修了一个久，听了一个坐了后，会有这种心态。所以道理的物件无好歹，法的物件、法门的物件也无好歹。明体体会了愈深，你感受的愈深。毋过感受的目的当中，就是会变你的心性。所以今仔日就是透过色法门的物件，伊无入去到伊内心世界来去改变，所以迄个叫做咱内在新陈代谢无够。所以这物件伊无消化，拢进入伊的意识内底，进入伊的内心世界。所以这物件愈积了后，当中自己的标准会愈积咧，看法会愈积咧。所以当然有足好的道理，大家拢嘛听足好的道理。毋过听好的道理，听到尾啊了后，好的道理，伊今仔日人毋知影人去落实内心的改变，内心愈改变，伊的物件就愈做会出来。所以知影人听道理，毋知影人落实在意迄个意义，咱甲做无出来。那安尼的话，咱听的道理以后它是一个展开，伊是一个将来哦。所以过去道理它在帮助你的，是一个作业，它在帮助你的。以后当成就到某一个阶段了后，所有听着足侪法门、足侪道理，咱了解足侪了后，这个道理、这个法门变成是安尼做啦，会不会做呀？啊，那安尼个修道的本质，修道的本质在造。我们真正要修道的本质在造。所以，咱前日定咧甲咱主编讲，修道、办道，拢无离开忏悔问题。
内心世界所有我们拢无离开忏悔问题啦。忏悔的目的就是安怎？就是要来到实在、内在改变和外在的义啊。咱外在的物件愈投入的情形下，相对外在的义愈投入，那安尼我们会不会越缩小自己？所以愈忏悔愈缩小自己啦。愈忏悔的时阵，愈改变家己的时阵，对一切当中的愈缩小自己。那安尼的话，今仔日伊袂认为讲要来听道理的好歹。今仔日是伊内底听着道理的好歹当中，伊会去感受着讲我到底做偌济。我内心当中是不是一直在缩小自己？安尼今日要缩小自己，那安尼的话是不是咱透过咱头前遐开宗明义咧甲咱讲，爱担。爱干、爱做，这物件拢是缩小自己的过程。咱自己要透过这过程，而且安尼的话，拢要来求外在的方会比认为讲我着爱安怎修，我着爱安怎，较会当安怎，不是这样。因为重要，我们自己的自我价值没有在缩小。用主义的在缩小自己的时阵，它是在扩大，所以主义的缩小相对它在扩大道场的能量一样。这个能量它是互补的啦，你加缩小加一点大，加大加一点缩小。咱输的物件愈缩小，输你的物件愈缩小，主我愈缩小。哪一个部分会放大？我们物件会放大。道场的能量会放大，咱做的态度也愈积极，迄个是安尼。所以修道当中，迄物件伊当中就是讲，咱要甲伊下成熟的赞助来接求伊求用，也是要下入你的赞助当中来改变咱家己，来缩小我们自己。透过缩小咱自己当中，其实咱内在心的物件愈来愈清净嘞。若既然愈来愈清净当中，伊感觉到咱听道理听到某一个阶段，感觉会起迄个道理的好歹，伊内底去经营计较。咱会计较自己的好歹，自己到底有所成多少？安尼哦。所以伫恁内底当中啦，讲声色之化语。咱自己要化自己的众生，用声色来化，无可能，无可能。咱要用咱声色的物件来维持着咱互相之间的关系，嘛无可能。这种无可能，这种毋是天分。所以声色的物件，它是一个泡沫的东西。泡沫，什么叫泡沫？泡沫就是变数，有变数。每一个时候要产生变数，你都不知道。迄个变甲，互咱莫名其妙。泡沫叫做变数，声色拢落去变数内底。若安尼话，今仔日咱拢伫变数的声色内底去咧用心。若安尼，即个变数内底，你心里底的，你心就伫里底。所以定来讲，永远都期望赶不上什么？因为声色就是变数。安尼。所以咱的声色内底咧做文章咧变，迄个变的过程当中，我毋茫用着声色的物件来培养我的人脉，来培养着我这个道亲，来培养着我这个学这安怎，其实是讲到后壁，迄个咱的学咱的亲人一定面对着外在声色的变数，咱用声色来面对，永远都应付不了啦，因为内在的物件愈来愈多。咱拢在声色里面做扩张，它会一直膨胀，膨胀到尾以后当中到有路吗？所以一切声色的物件拢是怪的，咱慢慢去改变。所以过去有做一咱老婆的三大节过者，虽然唔捌伊，毋过安怎，伊的内心当中拢是修理当中，拢内心来自伊的来修理自修，来听道理。伊的心就是来护持，伊的心就是护持，伊的心就是护持。而且咱若好好来问，我讲伊有听着啥物足好的法门吗？没有啦，就是单纯平安，护持，改变改变，缩小自己。
安尼去较是平稳啦吼。所以由气象的zan厝，爱一直到美的zan厝，所以就以上的zan厝绝对要入美的zan厝，无可能。吼，迄个水准绝对是无够，吼，无法同级，吼。迄油煮饭，油，迄个油煮饭，油润，上天之财无生无息，是吼。到后壁一大家到做结束，吼。结行的物件，落地的物件，伊是安怎？伊是无看，毋过无看伊有无？落地的物件无看，落地的物件伊是无看。迄个皮，迄个猫，迄个铅笔，迄个默默的那种东西，它是看得到。毋过有没有迹象？有那个迹象，就刚刚那个羽毛啊，迄个羽毛当中你看迄个羽毛的分布，虽然迄个羽毛毛足细，毋过摇迄个毛，迄个毛有够细，毋过伊有分布。伊心当中无透过迄门，伊心伊会当个成功，不能产生功德。所以上天之在，上天天有放生之力，天有放生之力。毋过伊的放生之力，伊会当心中万物，伊当养育万物，伊会当载育万物。毋过伊显示出来就是无上无虚。无你感觉，无感觉讲天要甲咱用，要甲咱包容，要甲咱用用，咱能感受，那就是无上无虚。安尼今仔日当中，要让好天的基本上，嘛是爱无上无虚。所以上天之在，伊会当载物，毋过伊的载物来自啥？虽然伊既无离合天下之之有，虽然既虚未通天下之之实，安尼。所有的既有的这个物件，拢是透过虚的物件、无的物件来产生。来产生。所以咱讲主要来讲，就对跟咱来讲，有以为有，无以为有。咱要用，你若无去到迄个实，咱要用迄个用的物件，拢是啥？拢是无实用。咱到底要实用还无实用？咱买一台冰箱，哪有要买迄个实用的？嘛是要买迄个好看。实用的嘛吼，要爱惜，因为伊愈实愈给家己的内在真，内在真。啊，内在咧讲，迄真的物件就是咧讲顺，真就咧讲顺路啊。伊是咧讲顺路啊，十之九少，伊的顺路愈远，啊顺路愈远，真就愈好，啊真愈好，会愈好用诶。如何应用着实用？啊，实际是咧讲一个物件，啊，一个物件，咱的内在这物件，这异性的物件，这名利关系这物件，这情欲的物件愈少，这物件愈少，啊，落来所显示出来当中的一切会如何用的？如何用？啊，咱没有上瘾，没有学会，没有人使用，啊，咱敢有苛刻？咱敢有苛刻？迄个苛刻就是讲实，所以内在一个物件当中，迄个杂质愈少，啊愈顺，啊愈好用，啊会愈苛刻。啊，若安尼话，相对咱的价值会出来咧，迄个真正的价值在内在质，啊内在质的调整在实。透过智性的物件，智性的物件内在质调整而好，所以智性的物件内在质调整而好，啊成归过来，成搁归自性来，成是归自性来哦，
啊，自性当中，性是对自性啊，所以自性伊是无常，自性伊是无常哦，伊显示出来的性就是无为，自性伊是无心，所以性显示出来就是无气，性伊就是无声，伊性所显示出来叫做无性、无事。这物件拢是透过由咱自性当中所流露出来的神，来改变咱家己，互咱的内力来产生，内力产生了后，搁行义过，行义过当中，在每一个小事，咱拢透过着做小事当中，毋过咱的神的刺激拢毋得啦，神的刺激拢毋得啦。若安尼的话，对自己的上界细腻，到外在的上界细腻，咱拢对细腻去甲伊点点滴滴流露出志性，这志性是搁对自性来产生的，所以咱流露出来拢是无为、无气和无色的物件，安尼性的就讲不出。所以用当中，伊要从性的物件。透过性的物件，要互咱入到迄个道果，后壁就会出神一直到真正神的智慧。所以第三种就是咱中间的总结论啊，总结论啊。当然，这个总结论好项嘛是咱讲粗项袂当从咱辅助变三种。我都有注意，若有不足，未分，还是有缺陷的所在，咱建议这本书，各位前辈团队，指导，最后这各位大家是对地方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主公，坤道主公，各位谢谢。那再次有一个大家简单完是10点钟到10点30分是咱票员的时间，那当然是把咱